唔識唔緊要，最緊要肯去救人。嗰日係因為我仲喺度等做飛機啦，因為要做一隻機要加油啦。有個同事見我突然間就瞓咗喺度，咁佢又好似唔對路喎。喂，古 Sir，喂，古 Sir，唔好瞓。咁就發覺佢冇反應啦，咁我就通知同事報警啦。其實我當時係喺控制室裏邊做緊嘢嘅，突然之間有同事咧就大嗌：打999，你老母過嚟幫手！其實當時我都好驚㗎，手都震大嘅，因為我係唔識急救嘅。咁當其時佢就轉接咗過去消防通訊中心啦。留心聽住，我而家教你點樣做心外壓。將你一隻手嘅手掌根部放喺佢嘅胸骨上，即係兩個乳頭連線嘅正中間。將你另一隻手放喺你之前嘅手背上，快速用力按壓。每秒鐘至少2次，向下按壓至少5厘米。2次按壓之間要俾佢嘅胸部完全回彈。我哋要一直做到有幫手接手。按壓嘅時候大聲咁數出嚟，我可以同你一齊數：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咁我當其時嗌嗰陣時咧，個聲音咧就嗌到全公司都聽到㗎啦。我負責攞 AED 機啦，當時緊張到幾乎跌親添啊！打開電極片嘅包裝袋，撕開電極片後面嘅貼紙，跟住指示圖將電極片貼喺佢嘅心口上面。AED 會教你點做，跟住佢嘅指示做。直電機。我覺得呢件事咧，團隊合作係最重要嘅。一個我係冇用嘅，成班同事合作無間咧，呢個先係最緊要。佢哋話係用 AED 同 CPR 都救翻我嘅命。即係見到佢可以回復翻有呼吸嗰一剎那，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。我好鼓舞，爭啲喊咁滯。當其時真係好驚，但係希望俾自己鎮定啲，鎮定啲，做好啲，做好啲，咁先幫到我同事咯。如果佢哋肯出手去救翻我，同埋冇出手救翻我咧，我已經係另一個世界嘅人嚟嘅。所以咧，我非常之感激佢哋肯出手救翻我條命咯。所以做人最緊要你話識唔識唔緊要，最緊要肯去救人。雖然我哋唔係喺現場參與急救，但係透過調派後指引，教識施救者用 AED 機同埋做 CPR， 幫到手拯救生命，我自己都覺得好感動㗎。我哋連學都未學過急救，原來默契比證書更加重要。我哋只係唔想冇咗個好同事。